Hello， 大家好。上世紀用作石礦場嘅安達臣大上托喺2018年開始興建多個房屋項目。經過大約7年嘅時間，該帶嘅屋苑開始入伙，早年招標嘅路線因而陸續開辦。今集會介紹安達臣第一階段開辦嘅路線，並分析呢啲路線對附近嘅交通網絡帶嚟嘅轉變。我哋準備出發。安達臣新發展區所在嘅大上托喺1954年到2017年期間用作石礦場，土地收返之後，呢一帶重新發展成多個房屋項目，包括私人屋苑安豐、居屋安柏苑、安盈苑、安麗苑同安秀苑。此外，安達臣新發展區亦都正發展2個岩洞，預計用作安置位於啟德嘅公務中央化驗所以及觀塘嘅香港歷史檔案大樓。政府預計呢個發展區嘅最終人口將會有大約25000人。為配合該帶入伙之後嘅交通需求，安達臣新發展區只有一個公共交通交匯處，位置喺安豐對出，而運輸署亦都分別推出4條巴士線同2條專線小巴路線作公開招標。最終4條巴士線全數由九巴投得，而2條小巴線就由銀滿有限公司營運。其中九巴率先喺3月底開辦往返鑽石山嘅19號線，以及往返中環嘅過海隧巴68號線，而銀滿就喺4月初開辦往返將軍澳尚德嘅117A 號線。上述路線都係安達臣新發展區第一批嘅公共交通服務，接下嚟將會逐一介紹。九巴喺今年3月底率先開辦其中2條路線，包括提供全日服務嘅19號線。呢條路線為安達臣同下邊嘅安泰邨提供接駁彩虹站嘅服務，並途經多個九巴嘅轉車站。作為全新嘅招標路線，九巴除咗為19號線提供多個分段收費同轉乘優惠之外，亦都安排純電動巴士行走呢一條線，以推動綠色運輸。19號線喺2025年3月30日起投入服務，初期循環往返安達臣同鑽石山，並途經牛池灣同彩虹。由2025年6月8日起，路線改為雙向運作。喺安達臣同鑽石山都設有總站。從站位分佈嚟睇，路線主要接載安達臣同安泰邨嘅乘客前往市區轉乘鐵路同其他九巴路線。目前19號線喺安達臣嘅服務時間係每日朝頭早5點半到深夜12點半，而喺鑽石山嘅服務時間就係每日朝頭早6點到深夜1點，基本班次30分鐘一班，全程收費5個2。喺安達臣巴士總站，19號線使用總站入邊最入嘅雙坑。雖然路線服務九龍市區，但係實際分類上卻屬於跨區路線。呢個係因為安達臣道係西貢區同觀塘區嘅分界，而安達臣總站啱啱好位處西貢區。不過呢條路線卻採用屬於九龍市區路線編號嘅1至30系列，因此開辦之後隨即成為新界往返九龍收費最低嘅專營巴士路線。近年九巴積極投入新能源巴士俾招標路線，19號線亦都唔例外。而家路線嘅3部掛牌車都係比亞迪 B12D 純電動雙層巴士，間中會使用 Enviro 500EV 純電動巴士。而根據多次觀察，除咗平日繁忙時段以及每日下晝5點嘅班次之外，19號線其餘班次基本上都使用純電動巴士，可見純電動巴士嘅出車率維持高水平。各位乘客，歡迎乘搭九龍巴士公司19線，本班車將由安達臣開往鑽石山。信號將有廣播提示各位乘客落車，祝各位旅途愉快。為咗更了解19號線嘅運作，我曾經喺4月中坐過一次19號線巴士。巴士由安達臣總站開出之後，
會先沿安漁道同安漁徑行走，並停靠安柏苑同安麗苑。沿途可以見到安漁道兩旁唔少房屋項目仍然喺度興建，相信呢啲屋苑入伙之後會加設新站。正因如此，現階段安達臣新發展區嘅乘客主要係建築工人。拍攝時乘坐嘅班次啱啱好碰上放工時段，兩個站都有幾十人上車，所以巴士離開安漁道嘅時候全車頂站。下一站係安泰總站。The next stop is Antai Bus Terminal。之後，巴士沿安建道進入九龍市區，並喺十字路口右轉安秀道前往安泰邨。觀察所見，少量乘客喺呢個站落車，相信係轉乘213M 等其他路線。有分段收費。下一站係彩雲邨百紅樓。The next stop is Pathontown Taiwan Estate。然後巴士沿安秀道、清水灣道同新清水灣道前往牛池灣。呢個時候第一個分段收費出現，就係白紅樓前往鑽石山嘅5個1分段收費。而巴士由安泰邨前往白紅樓用咗大約6分鐘，嗰個站亦都有少量乘客落車。下一站設有分段收費。下一站係牛池灣轉車站彩虹站。The next stop is Rocky One Bus Interchange 彩虹 Station。離開白紅樓之後，巴士前往下一個站彩虹站。19號線其中一個重要功能係提供接駁附近鐵路站嘅服務，因此較多乘客喺呢個站落車。同時，彩虹站亦都係九巴牛池灣轉車站嘅其中一個成員。乘客可以喺牛池灣轉車站系列嘅車站轉乘幾十條九巴自家營運嘅路線，而彩虹站以及紅幕樓前往鑽石山都只係需要3個3，係19號線嘅第2個分段收費。下一站係啟祥苑。The next stop is Kaichung Court。19號線巴士喺鑽石山會回復至全程收費，而路線嘅循環點就設於鑽石山、彩虹道公共運輸交匯處，亦都即係啟祥苑。巴士喺嗰個站同城巴797號線使用同一條車坑，然後巴士取道斧山道返去龍翔道，並停靠牛池灣村以及彩雲聖約瑟小學，方便轉車嘅乘客。兩個站都設有5個1嘅分段收費。最後，巴士沿新清水灣道、清水灣道同安秀道返去安泰邨，而由安泰邨開始，路線設有3個3分段收費。值得留意嘅係，除咗安泰邨居民落車之外，嗰個站亦都有少量乘客上車前往安達臣，相信係嚟自其他路線嘅轉車客。跟住巴士沿安建道進入位於新界嘅安達臣，並依次停靠安秀苑同安柏苑。放工時段過後嘅安達臣明顯變得寧靜，而呢程19號線巴士全程用咗大約48分鐘。喺19號線投入服務之前，安泰邨往返彩虹嘅服務主要由跨區路線負責。呢啲路線嘅收費較高，而且繁忙時段經常頂閘，導致安泰邨往返彩虹嘅居民需要捱貴車。19號線嘅出現，除咗提供一個較平嘅選擇之外，亦都加強安泰邨接駁彩虹嘅網絡。從安泰邨接駁市區，除咗有往返藍田站嘅213M 號線之外，亦都有唔少乘客會選擇喺彩虹轉車。
其實喺19號線開辦之前，安泰邨有多條全日路線接駁彩虹，並各自服務唔同座數嘅乘客。例如停靠安泰總站嘅有往返旺角嘅213D 號線，以及往返荃灣西嘅290X 號線。停靠安欣街嘅就有往返荔枝角嘅214號線，同往返沙田嘅88號線。根據唔同時段嘅觀察，唔少乘客會等候呢啲路線。不過呢啲路線都有同一個特點，就係長途線兼任短途接駁服務。由安泰邨前往彩虹，基本上取到新清水灣道同清水灣道，車程只係需要10分鐘以內。然而，九巴冇喺呢啲長途路線往市區嘅班次增設短途收費，導致安泰邨嘅乘客需要俾較高車費落山。剛才提及嘅4條跨區路線，佢哋喺安泰邨嘅收費介乎8個2至12個1。至於由彩虹翻返去山上面嘅分段收費，就係6個7到10個1之間。除咗收費較高之外，呢啲路線喺需求大嘅時段容易頂閘，情況尤其以214同88號線較為明顯。214號線係碧雲道同安秀道唯一直達深水埗嘅路線，再加上取道龍翔道，形成龐大通勤需求。至於88號線就為秀茂坪同安秀道提供直達大老山隧道同沙田嘅服務。喺北上熱潮之下，路線近年多咗唔少過境乘客，進一步推高客量。因此喺客量高嘅時段，呢兩條路線往九龍東方向喺彩虹經常出現頂閘，無力接載往安泰嘅短途乘客。至於213D 同290X 路線喺平日繁忙時段亦都會出現呢種情況。19號線嘅開辦為安泰邨居民提供較平嘅選擇，路線喺安泰邨往彩虹嘅收費係5個2，回程就設有5個1嘅分段收費。上述較88、213D、214同290X 號線平1個6到7個1。雖然九巴喺2019年開辦由安達邨前往彩虹站嘅213A 號線，但嗰一條線只係喺平日上晝行走，而全程收費就係6個4。19號線無論係服務時間定係收費都比佢優勝，而安泰邨居民亦都終於有全日接駁彩虹嘅短途線。作為招標路線，九巴為19號線提供多個分段收費同轉乘優惠，其中彩虹前往鑽石山以及安泰邨前往安達臣總站嘅分段收費低至3個3。另外，九巴亦都為19號線提供讀超過100條九巴路線嘅轉乘優惠，第二程車費可以減4個2。目前19號線嘅主要客源係安達臣新發展區嘅建築工人，放工時段嘅班次會出現頂閘情況，因此九巴除咗增設下晝4點50分由安達臣開出嘅加班車之外，下晝5點由安達臣開出嘅班次亦會使用載客量較高嘅柴油巴士。根據觀察，嗰班車會喺安麗苑稍作停留。此外，由於19號線部分用車喺平日繁忙時段需要行走68號線，因此嗰啲時段亦同樣出現柴油巴士行走。另一方面，隨着對路線嘅熟悉程度增加，乘搭19號線嘅安泰邨居民亦都持續上升。不過，因為路線嘅班次較少，所以其他路段嘅乘客大多都係見車就上或者係熟客。相信隨着安達臣新發展區嘅人口增加，19號線嘅服務水平將會有所提升。另一條同期開辦嘅路線係喺平日繁忙時段行走嘅過海隧巴600號線。600號線係整個招標計劃入邊唯一嘅過海路線，除咗服務安達臣之外，亦都途經安泰邨同安達邨。600號線嘅出現，填補安泰邨同安達邨長期缺乏直達港島北岸嘅巴士服務。
600號線緊接19號線喺2025年3月31日投入服務，往返安達臣同中環林士街。目前路線喺平日朝頭早提供前往中環嘅服務，以及平日黃昏提供返去安達臣嘅班次，全程收費12.6。因應安達臣總站設於新界區，所以600號線開辦之後，隨即成為全程收費最平嘅新界過海路線。同時，呢條路線亦都係繼過海隧巴 603A 號線之後，九巴第二條服務北角同炮台山嘅自家營運路線。車務運作上，600號線同樣以純電動巴士為主要用車，並設有3部掛牌車。除咗一部比亞迪 B12D 雙層巴士之外，路線仲有2部掛牌車，係 Enviro 500 EV 雙層巴士。喺中環林士街巴士總站，600號線使用中間嘅車坑，拍攝當日乘坐嘅回程班次，用車係比亞迪 B12D 雙層巴士。可以留意嗰部巴士嘅側牌同車尾嘅顯示屏，都列出路線喺九龍段依時途經嘅地方。600號線喺港島段嘅走線可以話係流水線。巴士由中環林士街出發之後，首先沿干諾道中服務中環，停靠怡和大廈同大會堂。600號線喺港島段大致沿港島北岸而行，服務中環至北角人流較多嘅地區。呢個安排雖然令路線喺港島段停靠較多車站，但同時可以確保有足夠客源。離開中環之後，巴士進入金鐘道並停靠金鐘站。由呢一次嘅觀察，可以見到金鐘站有一定乘客等候。下一站係盧押道。然後巴士進入軒尼詩道服務灣仔同銅鑼灣，依次停靠盧押道、菲林明道、史超域道、杜老誌道、灣仔消防局同百德新街。600號線回程班次，港島段嘅走線由灣仔開始，同前往寶達邨嘅601號線相同。而同剛才中環至金鐘段相比，灣仔同銅鑼灣等車嘅乘客明顯較多，部分車站有超過10個人上車。作為全新嘅招標路線，九巴為600號線喺港島段嘅車站另設站牌，可以見到九巴對新路線嘅重視。離開百德新街之後，巴士沿高士威道進入英皇道，服務天后到北角之間。呢段停靠嘅車站係維多利亞公園、銀幕街、七海商業中心、電廠街、糖水道、書局街同港運城。其中書局街呢個站嘅前名稱係新光戲院，並且喺2025年3月新光戲院結業之後改為而家嘅名字。而港運城除咗係路線喺港島段最後一個站之外，亦都設有11.4嘅分段收費，因此令600號線成為港島前往新界收費最平嘅過海路線。根據呢次觀察，巴士喺港島段用咗大約40分鐘，而離開北角嘅時候，全車所有座位都坐滿，部分乘客需要站立。下一站設有分段收費。第一站係藍田站，而要落車請喺到站前提早撳鐘。The next stop is 藍田 Station。取道東隧過海之後，600號線首先會停靠藍田站同觀塘警署，然後就沿將軍澳道前往半山嘅秀茂坪。呢一段可以話係路線嘅一大賣點。九巴宣傳路線往返寶達同北角最快只係需要大約15分鐘。
另一方面，68號線藍田站到安達嘅走線同213M 號線大致相同，而路線喺藍田站嘅分段收費係5個1。巴士喺秀茂坪會停靠秀輝樓同寶達邨，乘客可以喺寶達邨轉乘其他九巴路線。下一站係建達樓。The next stop is Kingstad House。最後，巴士沿安秀道進入安達，並停靠善達樓、愛達樓同安泰邨錦泰樓。喺今次嘅觀察可見，雖然大上托嘅住宅項目仍然未落成，但巴士喺寶達、安達同安泰都有唔少乘客落車，反映68號線成功吸納新客源。而九巴因應需求，喺2025年5月12日起增加前往中環嘅班次。至於路線喺大上托嘅停站安排同19號線相同，而呢程68號線全程用咗大約73分鐘。除咗為安達臣、安泰邨同安達邨提供直達北角到上環嘅過海巴士服務之外，68號線另一個特點係寶達邨到東隧之間取道將軍澳道。過去寶達邨嘅過海隧巴路線喺前往港島之前，都需要先繞經多個地方，導致九龍段嘅行車時間較長。68號線嘅出現，令寶達邨可以享有特快往返港島嘅巴士服務。寶達邨同秀茂坪多年嚟冇鐵路服務，呢一帶嘅居民進出以巴士同小巴代步。多年嚟，寶達同秀茂坪嘅過海服務主要由601同613號線負責，其中601號線喺港島段服務北角到金鐘，而613號線就服務鰂魚涌到筲箕灣。平日繁忙時段，兩條路線都有特別班次服務上班族，分別係往返中上環嘅601P號線，以及服務柴灣、小西灣同杏花邨嘅613A號線。不過呢一系列嘅路線喺過海之前都需要繞經其他地方。以兩條主線為例，601號線由寶達邨開出之後，需要依次途經秀茂坪、曉光街同觀塘市中心。至於613號線離開寶達邨之後，就需要途經秀茂坪、藍田半山同油塘。由山上面嘅總站出發，往往需要大約半個鐘先至過海。此外，安達同安泰一直缺乏往返中西區嘅巴士路線，該帶乘客需要落山乘搭繞經觀塘嘅過海隧巴619號線。為此，當區曾經多次建議開辦相關特別班次，但係全部建議都不獲通過。68號線嘅開辦隨即改變上述情況，路線離開寶達邨之後，會左轉秀茂坪道停靠秀輝樓，然後就沿將軍澳道落山前往藍田站，大致仿照213M 號線嘅特快連接市區定線，並遠較601同613號線直接。同時，68號線嘅出現亦都令山上嘅安達同安泰有直接往返中西區嘅巴士服務。該帶乘客可以搭呢一條線到東隧轉車站，然後轉其他路線前往港島唔同地區，例如特快前往灣仔嘅603號線。從上述可見，68號線同時改善九龍半山多個地區嘅交通網絡。正因如此，68號線開辦之後，客量持續上升。根據唔同嘅觀察，港島段各個地區都有乘客等車，或者代表路線吸納部分601號線系列嘅乘客。更重要嘅係，即使安達臣新發展區嘅屋苑仍然未入伙，安達、安泰、寶達同秀茂坪嘅居民需求亦都足夠支持路線加班。因此，九巴喺2025年5月12日起增設一班往中環嘅班次。目前
去程五班車嘅開出時間係上晝6:45、7點、7:20、7:40同8點，而回程嘅服務時間就係下晝5點半到7點，每30分鐘一班車。除此以外，600號線嘅收費架構亦都相對進取。首先，路線嘅全程收費係12個6，並且喺寶達邨設有往中環嘅12蚊分段收費，兩個收費較601P 號線平3毫子到9毫子。其次，路線往中環方向係北角健威花園同銅鑼灣中央圖書館，分別設有6個7同4個7嘅分段收費，水平同港島區城巴路線相若。第三，路線往安達臣方向，除咗港運城嘅11個4分段收費之外，亦都分別喺藍田站同寶達邨設有5個1同3個3嘅分段收費，當中後者比213M 號線嘅全程收費平1個8。因應走線直接加上服務範圍廣，相信600號線喺安達臣新發展區人口增加之後，會有進一步加班嘅空間。除咗九巴19號線同過海隧巴600號線之外，安達臣今年4月初亦都有一條專線小巴117A 號線投入服務。有別於兩條巴士路線取道安建道，117A 號線取道安漁道進出安達臣，並往返將軍澳尚德。呢條路線為安達臣提供接駁市區嘅另一個選擇。專線小巴117A 號線係運輸署喺2022年推出嘅招標路線，途經坑口、寶林同寶林北路。目前路線獲派4部19座位小巴，班次25至30分鐘一班，全程收費9個6，並設有往返尚德到康盛花園嘅5個半雙向分段收費。喺尚德總站117A 號線使用的士站旁邊嘅車坑，而呢條路線亦都同時係第一條進駐尚德總站嘅專線小巴路線。117A 號線離開尚德總站之後，首先會沿唐明街轉入寶康路，途經富康花園同將軍澳運動場，然後小巴會進入超信路，並依次停靠坑口同寶林多個屋苑，例如新寶城、旭明苑同景林村等。其中明德村嘅站位喺將軍澳醫院對面，所以117A 號線間接為安達臣新發展區提供接駁附近醫院嘅社區服務。117A 號線停靠寶林村寶仁樓之後，會沿寶林北路上山。喺寶林北路，117A 號線小巴依次途經翠林村、康盛花園、茅湖仔村同馬油塘村。其實昔日嘅安達臣道曾經分別連接寶林路同清水灣道，當中寶林路嘅出口喺馬油塘村附近。今日嘅安達臣道已經只係剩返2段掘頭路。離開馬油塘村之後，117A 號線喺寶林路右轉安漁道進入安達臣新發展區，並途經沿路多個興建中嘅屋苑同岩洞。117A 號線兩邊總站都設於西貢區，但中途會途經屬觀塘區嘅安漁道同寶林路。呢一程117A 號線全程大約25分鐘。雖然117A 號線係安達臣新發展區唯一往返將軍澳嘅公共交通，但根據多日觀察，唔少班次嘅載客量少於10人，甚至吉車遊街。出現上述情況，除咗因為班次同服務時間有限之外，路線沿途嘅站位同港鐵站有一定距離，導致較少人乘搭呢一條線接駁鐵路。而117A 號線寶林北路到將軍澳之間，亦都同多條小巴同巴士線重疊，令客源分薄。為咗等沿線乘客有更深嘅認識，行走117A 號線嘅小巴喺5月起陸續披上路線圖，說明途經嘅地方。總括嚟講，
安達臣新發展區3條全新路線可以連接港九新界唔同地方，當中19號線喺星期1至6下晝繁忙時段增設多班加班車，平日最密7至8分鐘一班車。此外，19同68號線亦間接加強九龍半山其他地區嘅交通網絡，例如安泰邨往返彩虹有較平嘅短途接駁服務，安泰邨同安達邨終於有直接往返中西區嘅巴士服務。作為近年發展規模較大嘅住宅區，安達臣新發展區之後會再多2條九巴路線同1條小巴路線投入服務，其中包括往返深水埗嘅全日路線九巴13號線，以及往返油塘嘅專線小巴117B 號線。至於現有路線會唔會再進一步加強服務，就有待觀察。今集嘅內容大概嚟到呢一度，記得 comment、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 金堅有力物語同撳隔離個鐘仔。我哋下次再見，拜拜。